四群星龙山市清水组书转运金搬杯比赛，为大年初一到初六，总共吸引到6000多名胜将参与。经过竞争，最后有700多人进入决赛。初六暗时7点，伫庙前展开最后比赛，现场气氛热烈又刺激。加油！决赛为7点开始，一直进行到9点，也未结果。因为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、第4名、第5名到第7名，拢是拔出相同的倍数。庙方决定加码 PK 赛，最后由来自高雄弥道的张勇士胜出，幸运摕到30万转运金。第1名到第2名拢是10杯，那么第3到第4就做伙拢是8杯，换 PK， 所以讲因有分5万、3万，咱就是以30万、10万、5万、3万、2万，顺利来产生，就咱这5个吼，嘛爱恭喜咱这帅哥吼，爱来头一遍咱办这活动，会当来摕到咱的做事工的转运金，会当互伊一年当，拢会当平平安安。阮迄个这阮后生，阮也拔了第3名吼，阮也这时拢。托咱的做事工的福啦吼，用到来敢保庇。从哪里来？高雄弥陀。对。知道这次活动特别感人。对，第一次。那打算怎么运用这个？就是先存起来。感想啊？其实有进决赛已经算是很幸运。对，就是有清水祖师保佑。对，就是这笔基金可能也是一样先存起来。主委吴志祥讲，看到清水组书转运金搬杯比赛有遐尔侪人热情参与，心中是满满的欢喜甲感恩。伊也表示，未来这个活动也将会持续办理落去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